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，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。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講故事。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，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。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，即刻撳個訂閱。中意呢類型內容，記得撳埋點讚，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，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！事不宜遲，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全球最大嘅豬肉食品企業，編號為288，萬洲國際。萬洲國際係全球豬肉產業鏈嘅領導者，業務橫跨中國、美國同歐洲，擁有商會同史密斯菲爾德等嘅知名品牌。公司核心競爭力在於全球垂直一體化嘅佈局，能夠有效對沖單一市場嘅豬肉價格週期風險。目前公司提供超過10個百分比嘅超高股息率，係一隻典型嘅高息週期股。公司業務方面，萬洲國際係全球最大嘅豬肉食品企業，喺中國、美國同歐洲嘅市場份額都排名第一。佢嘅業務貫穿整個產業鏈，由生豬養殖、屠宰到生鮮豬肉同肉製品加工分銷，一應俱全。兩大核心業務分部包括肉製品同埋豬肉。首先，肉製品方面，呢個係公司嘅利潤核心，主要生產低溫肉製品同高溫肉製品，即係大家成日食嘅腸仔同埋罐頭。係2025年，肉製品業務收入貢獻超過一半，經營利潤貢獻更高達82個百分比。其次，豬肉方面，主要包括生鮮豬肉同冷凍豬肉嘅生產同銷售。2025年收入貢獻大約40個百分比。呢部分業務盈利波動較大，直接受生豬同豬肉價差影響。公司主要3大區域市場分別為北美、中國同歐洲。北美市場主要透過旗下公司史密斯菲爾德運營，係公司最大嘅收入來源。而中國市場主要透過持股約70個百分比嘅商會發展運營。另外，歐洲業務佔比相對較細，約15個百分比，但近年都有持續增長嘅趨勢。公司最大嘅獨特優勢就係全球垂直一體化。公司喺中美歐3大市場都有佈局，可以利用唔同地區嘅成本同價格差異進行套利，有效平滑單一市場豬肉價格週期帶嚟嘅業績波動。業務表現方面，公司收入穩步增長。2025年集團收入上升8個百分比至280億美元，經營利潤亦增加8.7個百分比至26億美元。而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同經營利潤繼續保持增長。而股東回報方面，萬洲國際都有極具吸引力嘅高股息政策。公司過去12個月股息為每股0.91港元，按最新股價8.5港元計算，股息率高達10.71個百分比，係港股市場入面屬於極高派息股票。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，萬洲國際亦充滿唔少機遇。第一就係萬洲國際核心戰略圍繞住兩調一控同埋全球化，公司持續推行調結構、調價格、控成本戰略。喺中國市場，面對消費習慣變化，正積極推行產品升級同渠道轉型，例如拓展新零售渠道。喺美國市場就專注於提升營運效率，以對抗成本上漲。第二就係公司積極尋求併購同埋業務拓展機會，例如收購波蘭寵物食品公司同埋德國香腸生產商等等，利用豐富產品組合發揮協同效應。呢啲舉措有助於公司分散風險同埋尋找新嘅增長點。雖然萬洲國際機遇處處，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，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。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，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，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。第一就係生豬價格週期性波動，呢個係公司面臨嘅最主要風險。公司收益高度依賴肉製品同埋生豬價格，如果豬肉價格處於週期低位，將會直接削弱利潤空間。雖然全球佈局可以部分對沖風險，但係冇辦法完全消除。第二就係地緣政治同埋貿易風險，中美貿易關係緊張，可能影響豬肉進出口關稅，削弱公司利用中美價差進行套利嘅成本優勢。第三就係食品安全風險，作為食品企業，食品安全係生命線，任何食品安全事件都會對品牌造成毀滅性打擊。總括而言，萬洲國際係一隻業務根基穩固、股息回報極高，但同時受行業週期影響顯著嘅全球性龍頭企業。對於追求高息回報嘅投資者，超過10個百分比嘅股息率極具吸引力。加上管理層明確嘅分紅政策，令佢成為一個強勁嘅現金牛。與此同時，大家都要留意行業週期波動，避免賺息蝕價。最後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萬洲國際呢個豬肉王國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務必審慎選股。
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。最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，仲有撳埋鐘仔啊！我哋下次片再見，拜拜。